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矽谷雜誌。今日我哋要講嘅係一場 AI 晶片界嘅對決。NVIDIA 全球 GPU 市場嘅霸主對陣 Broadcom 定制化 ASIC 領域嘅領軍者。究竟係 NVIDIA 嘅 CUDA 生態系統主宰未來，定係 Broadcom 嘅高效能 ASIC 晶片突破界限？今日我哋會用技術數據同市場分析為你全面解構 AI 晶片市場。目前可以分為兩大陣營，以 NVIDIA 為代表嘅 GPU 同埋 Broadcom 為支援嘅定制化 ASIC。講到 AI 晶片市場， NVIDIA 絕對係大贏家。 GPU 嘅最大優勢係佢嘅通用性。 NVIDIA 嘅 GPU 產品例如 H100 同埋 Blackwell 系列嘅 AI 訓練同推理上面極具優勢。佢哋仲有一個強大嘅軟件平台 CUDA， 支援多種 AI 框架例如 PyTorch 同埋 TensorFlow， 令開發者可以快速適應新嘅工作負載，好容易上手。Broadcom 專注開發定制化 ASIC 晶片，特別適合大規模嘅 AI 工作負載，例如 Google 嘅 TPU 同 Meta 嘅 MTRA 晶片背後都係 Broadcom 嘅功勞。ASIC 晶片效能高，能源效益好，亦都可以降低成本，所以吸引咗好多嘅雲端巨頭。而 ASIC 晶片雖然針對性強，但係缺乏靈活嘅軟件生態，開發成本亦都較高。呢兩個技術其實好唔同。 GPU 係通用型，而 ASIC 係針對性。雖然 ASIC 係大規模特定工作負載上面有優勢，而 GPU 嘅靈活性亦令佢覆蓋咗更加多嘅市場，特別係中小型企業同埋多元化嘅應用。唔好忘記 AI 數據中心唔單止係靠晶片，網絡嘅基建亦都同樣重要。Broadcom 喺呢方面係領導者，佢哋嘅 Ethernet 交換機同埋光模組廣泛應用喺 AI 數據中心。而 NVIDIA 喺收購咗 Mellanox 之後推出嘅 InfiniteBand 同埋 Spectrum-X 解決方案，亦都令佢哋嘅 GPU 同埋網絡硬件整合更加緊密。總括嚟講， Broadcom 係網絡市場仍然主導，但係 NVIDIA 嘅成長速度非常驚人。佢哋嘅 Spectrum-X 預計會成為10億美元級別嘅產品，對 Broadcom 構成直接嘅威脅。講到客戶群， Broadcom 主要服務 Google、Meta、字節跳動呢啲大型嘅雲端巨頭，佢哋為每個客戶設計專屬晶片，例如 Google TPU V4、Amazon Trainium 呢啲都係 Broadcom 嘅得意之作。Broadcom 嘅 AI 收入喺2024年達到122億美元，佔佢哋半導體收入嘅35%。相反， NVIDIA 嘅市場範圍更加廣泛，覆蓋中小型嘅企業、研究機構甚至個人嘅開發者。憑借住 CUDA 嘅生態， NVIDIA 嘅 GPU 成為 AI 市場嘅不二之選，擁有92% 嘅數據中心 GPU 市場佔有額，季度收入高達270億美元。雖然 Broadcom 嘅增長快速，但係 NVIDIA 喺規模上仍然領先。究竟 ASIC 能唔能夠完全取代 GPU 呢？答案係唔可能。ASIC 同 GPU 係兩類完全唔同嘅技術，佢哋各有優劣。喺性能同埋效率方面， ASIC 針對性嘅設計，例如 Google TPU V4 喺 TensorFlow 模型推理上面嘅效能比 NVIDIA 嘅 H100 高出 50%， 能源效率提升2倍。但係 GPU 雖然功率高，多功能性嘅佢可以應對訓練同埋推理，適合多元化嘅應用場景。而喺軟件生態方面， ASIC 需要客戶自行開發軟件，例如 Google 嘅 TensorFlow TPU 版本。而 NVIDIA 方面，佢嘅 CUDA 生態擁有數以百萬計嘅開發者，支援 PyTorch、TensorFlow 等等主流嘅框架，方便快速部署。而喺成本同埋規模方面， ASIC 開發嘅成本高達數億美元，所以佢主要係適合於大型嘅雲端客戶。相反 GPU 佢係可以即買即用，適合中小規模嘅企業。ASIC 設計針對性超強，喺固定嘅工作負載上面，例如 AI 推理效能同埋能源效率都超越 GPU。但係 ASIC 缺乏靈活性，當 AI model 或者工作負載改變， ASIC 就可能即時過時，重新設計成本亦都非常高。相比之下 GPU 因為有靈活嘅軟件平台，例如 NVIDIA 嘅 CUDA， 令到開發者可以快速適應新嘅需求。呢個靈活性係 ASIC 晶片無法比擬，所以 ASIC 未必全面取代 GPU， 但喺大規模定制化嘅 AI 工作負載，例如雲端服務供應商， ASIC 係有明顯嘅優勢。Broadcom 喺 ASIC 市場嘅地位如何？答案係佢係領導者，但未必去到 NVIDIA 喺 GPU 市場嗰種嘅壟斷地位。Broadcom 嘅限制相當明顯，相比 NVIDIA 嘅 CUDA 生態， Broadcom 嘅開發門檻較高，加上 ASIC 設計週期長，喺快速變化嘅 AI 市場有一定嘅局限性。
Broadcom 掌握住55至60% 嘅高端 ASIC 市場，為 Google、Meta、Amazon 等巨頭提供定制化嘅解決方案。但係 ASIC 嘅缺點係軟件生態比較弱，對應嘅場景嘅靈活性亦都較低。所以即使 Broadcom 喺技術上領先，但佢嘅市場規模仍然難以同 NVIDIA 相比。喺收入增長方面，兩間公司都非常亮眼。Broadcom 嘅 AI 收入由2023年嘅42億美元增長到2024年嘅122億美元，增長接近3倍。而 NVIDIA 嘅 AI 收入由2023年嘅150億美元增長到2024年嘅475億美元，增長超過3倍，增長速度驚人。到2025年 Broadcom 預計嘅 AI 收入係190至200億美元，增長60%。而 NVIDIA 方面，2025嘅 AI 收入主要來自佢嘅數據中心，預計超過800億美元，繼續保持領先。總結嚟講 Broadcom 憑借住 ASIC 嘅技術喺推理同埋邊緣計算領域快速增長，但 NVIDIA 喺 GPU 市場嘅領導地位仍無可撼動。兩者唔係完全對立，而係各有優勢，互補共生。未來嘅 AI 市場會點樣發展呢？歡迎你留言分享你嘅睇法，記得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了解更多科技趨勢。下次見。